由細到大，我哋學到嘅堅持就好似英雄衝鋒陷陣咁，但現實入面，堅持其實更似係你喺黑暗中同自己嘅一場深度對話，係當你完全睇唔到前路仲喺唔喺度嘅時候，依然決定再行多一步嘅嗰種決心。任何旅程最難嘅部分都唔係開頭或者結尾，而係嗰段尷尬嘅中間期。喺嗰個空間入面，最初嘅興奮已經蒸發晒，但成果又仲未出現。我哋成日會將呢種唔知點算嘅感覺誤以為係失敗嘅跡象。我哋以為如果呢條係啱嘅路，理應會清晰啲。但如果呢場大霧本身就係地形嘅一部分呢？堅持並唔係代表你有能力見到終點，而係代表你有能力去忍受終點嘅缺席。呢種係一種好特別嘅力量，係一種當你等緊呢個世界追上你嘅努力嗰陣，依然能夠守住自我價值嘅韌性。你並唔係盲目咁盼望，你係喺度守護緊嗰種前行嘅慣性。當你喺唔知道結果嘅情況下依然繼續行，你其實做緊一件好深遠嘅事。你選擇咗去相信內在嘅原因多過外在嘅時機。你向自己證明咗，你嘅承諾並唔係建立喺即時嘅回報上面。諗下以前有邊次，你因為驚嗰個可能而選擇咗放棄？再諗下有邊次，你選擇咗留低？邊一次經歷令你更了解自己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？持續前行嘅力量，通常係源於你意識到，結果從來都唔係成長嘅重點。重點係當你企喺大霧之中，你變成咗一個點樣嘅人？你正係喺度鍛煉緊一套可以應付不確定性嘅強大內心，開發緊一個唔需要任何保證，依然可以保持勇敢嘅靈魂。繼續行落去啦！唔係因為你對終點好有信心，而係因為你對行緊路嗰個人有信心。堅持雖然係一條孤獨嘅路，但你並唔係孤身一人。如果你而家正處於嗰段大霧彌漫嘅中間期，請喺留言區打上仲行緊，等我哋一齊見證大家呢種沉默而強大嘅韌性。